后来面对中国武力的威胁，有几来民间团体发起着行动，呼吁候选人无分党派来签署这个捍卫台湾、绝不投降的承诺书。讲早起，民进党海派的双北市议员的候选人就做伙来签这个承诺书。啊，讲台北市议员林颖猛2个议会质询问市长郭文哲，是毋是嘛会来签署？结果互郭文哲甲歹甲呛，讲我无想要插你，甚至讲管你去死咧。抗中保台，绝不投降，绝不投降。大声发口号，伫咧绝对袂投降的承诺书轮流签名。民进党永延会参加双北市议员选举候选前，主张民间团体发起运动，就算中国军事侵略威胁台湾，或者是真正甲咱拍，会拼死保卫台湾，绝对袂投降。展现我们的一个抵抗这个威胁的一个意志。袂投降承诺书已经成做是选战的话题。台北市议员林颖明昨伫咧市议会质询民风进程时阵，问问市长郭文哲，敢会想要签？总是要有一些积极的作为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啊。你是要开始训练军队当军阀是不是？不然我跟你讲，小朋友不要问那种无聊题目好不好？那个是我的，那个是你的谁？是你的谁？是我们台湾的民意组织啊，希望市长可以签署。你没有资格上来下去。我没有资格上来。这是我的区域。所以市长也不签署，是不是？郭文哲甲插上去，互林颖明骂这种人，阁想要选总统。讲实在话，郭文哲早就想要选2024，而副手的人选是啥人，伊心内早就已经有答案。那种太诗情画意的，我懂不了啊。太文青型的，你不要懂。受不了啊！我们这外科的还是宁可找那种比较务实一点、财经类的或工程类的。副手的人选标准定出来，郭文哲市长任期也未毕业，总统选举都已经准备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